你是戴降节第二主日吼，合作点2支蜡烛。这段经文，今日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3章第1节到第12节，这是介传统这个时节的经文吼。咱来看经文一开始第3章第1节，吼，讲当迄时。惊洗礼约翰来吼，伫犹太的旷野宣传吼，咱听到犹太的旷野，会觉得这是一个在犹太的旷野，对不？吼，唔是吼，其实犹太旷野是一个专有名词吼，就是用这个旷野叫做犹太旷野，是伫对吼，在哪里？看一下，你们看到哇，这片。最中间写个犹大山地，有看到不？好，旁边有个沿海哈，沿海的是死海哈，沿海的西面西边哈，那一片就叫犹大旷野，犹太的旷野哈，犹太旷野，它是个专有名词。但是沿海北边是约旦河，约旦河注进来哈，约旦河哈，南边接死海北边接什么？跟耶稣的故乡较有关系，什么？加利利亚，加利利湖吼，好，所以讲约翰伫遮吼，约翰伫犹太旷野，所以他应该是靠挖迄个约旦河接死海那个地方吼，因为以色列其实拢伫约旦河嘛吼，所以当然怎样，他是在靠近沿海吼。耶路撒冷伫遮，耶路撒冷，所以你咱会当知影，约翰惊洗的约翰差不多是伫沿海的北边，约旦河那个附近吼，底下咧宣传吼，宣传伊咧讲的悔改的道理，吼。一开始伊就讲，恁得爱反悔，恁得爱反悔，因为天国近啦。刚那马太福音吼，只有马太福音是讲天国吼 ，the kingdom of heaven 吼 of heaven。伫其他的公关福音、其他的福音书拢是写上帝国，差伫对。刚那伊讲天国其他拢讲上帝国，差在哪里？就差在天跟上帝是吧？学者认为讲这是马太，这是要写给犹太人看的吼。犹太人唔敢称呼上帝吼，直接用天来代替吼。这个解释是合理的吼。就是伊讲天国吼，咱来想看卖啊。伊讲上帝国到吼，上帝国临到了吼，恁得爱反悔，你们要悔改。上帝国是啥物意思吼？上帝国是啥物意思？好，先来想看卖啊，什么是天国？什么是上帝国？是在指一个地方吗？指一块土地，还是咧讲什么意思？吼，上帝国上简单的解释就是上帝的权柄所临到的范围，上帝的权柄临到的范围吼。咱用一般咱咧讲的国家来思考吼，咱若讲台湾国，倒位是台湾国？好了，你一副不甘愿的样子，说没有台湾国是哈。好，假设有台湾国，什么是对是台湾国？台澎金马是不？哈，台澎金马哈。好，其实吼，可以不是用这样的思考哈，不是直接想台澎金马，就是讲吼，即摆有一只船吼，行伫公海，若挂咱台湾国的国旗，登记在台湾国，尼这只船是啥？即嘛是台湾哦，吼。咱若甲咱的邦交国吼，哇，即马梵蒂冈阁是咱的邦交国，好，咱伫梵蒂冈有领事馆哦，对无？迄个领事馆算啥？迄嘛是台湾国，吼，就是。艺术你要把它想象成
就是台湾政府的官兵所领导的 territory 的迄个范围，就是台湾国。哦，讲清楚无？好，不见得是指哪一个地区，就是讲台湾政府的权柄，伊的权所领导的范围，好，迄就是台湾国。啊，那用这个观念来看上帝国，什么是天国？什么是上帝国？上帝的权柄啊那，所涵盖、所领导的范围，迄就是上帝国。无拄拄啊好是一个土地。一个所在，我举一个例，即马若固定教会，吼，咱即群人拢顺探上帝的旨意，拢顺从上帝的权柄，安尼上帝国伫对？咱就是上帝国，是毋是？是毋是安尼啦？好，然后咱的行路吼，在马路上，哇，看到有一个阿嬷过马路过不去。没有车子要让他，这个时阵有个小女生走过去，甲所有的车呐，动嘞，啊扶这个阿嬷过去，过下这就是上帝国啦。那一刹那，上帝国就是伫迄个情形显现出来。等到若看到讲啊，有人受到欺负，受到无公平的对待，受害、受压迫。然后其他的人有疼心保护，阻止人家拍，阻止人家欺负，迄个时阵，迄个所在就是上帝国。好，就是凡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权柄所领导的哈，所会当涵盖的范围，迄就是上帝国。这就是上帝国的意思哈。啊，若讲到安尼话，各位兄弟。伫耶稣迄个时代，犹太人对上帝国的看法是啥物货？因为若一个犹太人听到讲上帝国领导啊，心内感觉安那？应该是觉得怎么样？各位弟兄姐妹，甲恁讲上帝国到了啊，你们感觉怎么样？啊？伊甸园哦，啊，毋得感觉这好诶，对吧？很快乐吧？是毋是啦？犹太人认为的上帝国、上帝权柄领导，因是什么款的心情？猜猜看嘛！你们猜看，犹太人如果听到人家说“哦，上帝国已经滚啦”，心内是想哪？害怕，要审判。好，这读圣经读太多了，应该是望，还是欢喜，还是像约翰家讲的，恁着安那悔改。到底是什么？照理来讲，应该是安那欢喜吧？好，犹太人应该是欢喜啊。好，啊，毋过咱若照旧约来看吼，伫旧约阿摩西书、西书、公西阿摩西书啦，西哦，阿摩西书。好，阿摩斯书第5章的时阵，这个先知就话讲：恁遮的望上耶和华日子的人，恁有啊有灾祸啊！你们有祸了。表示什么？你会当去想象这个耶和华日子就是上帝国领导的迄个概念，就是先知阿摩斯伊警告这犹太人讲：恁遮的吼，戆戆。恁恁望耶和华日子的人，恁安那？恁害啊恁！你们有灾祸了。好，所以它是一个吊诡的概念。各位兄弟，其实你若看今日的经文吼，伊讲就讲，避班主的路，修伫伊的小路，这是以赛亚书在讲的吼。以赛亚书的这个就是表示上帝国领导啊。这个是欢喜还是会惊？这是欢喜的，表示上帝的权柄啊啦。临到这个世界，犹太人是上帝国的啥物货？的百姓呢？有欢喜无？有啊！迄个时阵的犹太人是受到罗马帝国受到一直以来无共款的国家压迫、
打败占领的。所以若想到讲，哇，上帝国军啊，心头会安怎欢喜嘛，要翻身了，要出头天啊，对不？不过，即便是旧约的先知，都提醒他们怎么样？你唔通了，这是一件好代志吼。因为恁的表现无好，因为恁违背恁甲上帝的约，所以上帝国来了，不见得是个好事情。好，所以伫遮赶快，他都要讲诶，伊讲大家悔改。好，伊讲另爱欢会，因为上帝国临到啊。这是约翰承袭进前先知的想法。犹太人认为讲上帝国来啊是好代志，啊，毋过犹太伫遮行说约翰讲，恁得爱安那欢会吼。所以伫圣经马太福音才会写法，伊讲以赛亚书讲有得叫伫旷野的。伊的声讲，比班主的路，修伫伊的小路。好，以赛亚书40章30节来描写这个行色的约翰，就是甲这个行色的约翰当作是以利亚先知。好，因为犹太人认为讲，当弥赛亚来进前，这个先知以利亚会个出现，好，他会再出现。记不记得以利亚先知有没有死掉？伫旧约的描写，先知以利亚有死无？无吼，伊是去安那？吼，火战车接去对无吼？好，伊讲当迄时弥赛亚要来进前，这个以利亚先知也先过来吼，他会再来，好，是来干什么？预备主的道路吼，要备办主的道路，要修直伊的小路吼，就是一个先锋部队的意思吼。所以伫遮的经文是甲行色的约翰，甲当作是以利亚这款的身份吼。你看从下面也看得出来，以下描写讲，伊这个约翰穿安那，落道毛的衫，吼。落德毛的衫，腰下披大吼。啊，讲伊食啥物？食草莓，甲山野的蜜，安尼个袂歹哦。好，吃蜂蜜呢吼。其实有的学者，有一寡学者讲吼，蝗虫和野蜜吼，草莓甲山野的蜜吼，毋是咧讲两件代志，不是在讲蝗虫跟蜜吼。蝗虫会当食袂啊？啊，犹太人会当食袂？犹太人食物件毋是分清气甲哪？无清气的。啊，蝗虫咧？蚱蜢、蝗虫刚好是唯一会当食的昆虫，因为它们是怎么样？会跳，会跳成是洁净的哦。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解释哈。这个是我发现的一个理论哈。以后有机会较大家解说。好，反正伊食草莓加野蜜哈，蝗虫与野蜜，有的学者说不是啦。不是两样东西啦，是这个东西啦，是角豆树的豆荚。伊讲这个豆荚哈，犹太人迄个中东迄个所在，称这种豆荚就叫做什么？蝗虫野蜜豆。哦，伊是一个植物哈。好，这样讲起来是比较合理哈，因为你哪真正要食蝗虫跟野蜜，你没办法过生活啦。大概活不下去哈啊！它是一种荚豆哈豆子哈啊！这个物件哈，食是苦的，啊，毋过吞落安那甜的哈，会愈薄愈芳，愈薄愈好食哦。他们很多学者认为，其实在讲这个哦，蝗虫野蜜豆哦，好啊，所以伊在描写。这个行色的约翰，他的外形，他的装扮，其实就是以利亚那个时候穿的衣服。所以从这里会看会当出来，就是福音书的作者是要甲当作伊就是以利亚。好，啊，伊来是要创啥？伊讲伫迄个时阵，耶路撒冷甲同犹太啊，甲约旦河四方的众人。
拢出来就滚伊。看到这，他如果讲这样子，那这一块地方很大，包括整个犹大省，包括整个撒玛利亚，甚至已经快接近加利利了，已经半个巴勒斯坦规个拢是啊哈，就是讲偌济人要来出来互约翰行洗礼，半个哈，几乎是那个时候半个巴勒斯坦，好，所以行洗礼约翰有名无？吼，名声有大无？不要怀疑吼，第四福音的时代，行洗礼约翰是比耶稣较有名的。吼，施洗约翰是比耶稣更有名的吼，所以行洗礼约翰后面安尼讲是一件怪怪的代志吼。伊真实是这出名的先知吼。伊讲这些人拢来到约旦河受伊的洗，这些人都是犹太人。啊，那就奇怪了，各位兄弟，受伊的洗礼是安怎犹太人爱行洗礼？犹太人毋是行什么礼？自细汉就行啥？割礼。是安怎要搁行洗礼？为什么要再洗礼？如果是犹太人的洗礼，那就是洁净礼，那是一种仪式，是常常要做的。就是讲食饭敬怎样啦？洗手，那是个仪式哈，不见得是清洁哈，那是个仪式哈，一个洁净礼哈。啊，不过哈，很有可能这是一个外邦人，如果要进入犹太教哦，那要改信，要信犹太教的，他们就要经过洗礼。啊，不过这些人是犹太人啊，为什么要洗礼？他们又不是外邦人，有可能。行洗礼约翰甲人当作因是外邦人，就是恁遮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毋过恁的行为啊呐，亲像外邦人，所以要甲行洗礼吼。啊，毋过另外一款的解说，更较好的解说应该是施洗约翰哦。行洗礼约翰是昆兰社团的人哦。你讲昆兰是什么会？有一个很有名的死海古卷，捌听过无？好，死海古卷后来的考古学家挖到的哈。很多的圣经的片段哦，称为死海古卷哦，那很大的比例哈，跟咱对读的圣经的是一样的哈。死海古卷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由这个昆兰社团的人在保留的哈。好，那等一下我会解释这群人是谁哈。就是讲昆兰社团因是一个生活在旷野，好。隔离哈，跟一般犹太人隔离出来，过很圣洁的生活哈，所以这个洗礼的仪式是他们的一个传统哈。啊，相传哈，学者认为讲，这个行洗礼约翰其实就是昆兰社团的人，哦，其实很近，哦，他到公义的犹太旷野，靠近约旦河遐，在传讲他的悔改得力。其实昆兰的社团嘛是伫迄个附近哈，所以因这些人来到。约翰的面头前，承认因的罪，安那行悔改的洗礼吼，悔改的洗礼。啊，无拍算，约翰佫看到什么人嘛是来？法利赛人甲那撒都该人嘛来，要来行洗礼吼。啊，毋过约翰讲因是啥物货？讲恁遮的啥？毒蛇的类呀。好，另安那个开始骂啊，奇怪吼，这个真是不厚道的施洗约翰。啊，人要来安那？人要来行洗礼，开始骂啦。好，尤其是提哪两种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哦，他们是什么人哈？那我就要解释一下，连刚刚的昆兰社团一起解释哈。在二约哈，在两约的时代哈，有一种人叫做哈西点人。好，这就是讲，旧约结束了哈，就是北以色列被灭，南犹大的人被掳。哦，从那一段时间到新约两约之间哈，西巴尼中间有一款犹太人叫做哈西点人哈，这是两约诶，这段时间最重要的一群人哈。啊，这群人因啊，他们维护律法哈，最遵守律法的。啊，遵守祭司，这支持祭司的传统，
所有圣经的仪式、礼仪、律法，因拢做遵守的吼。然后他们是支持马加比运动的吼。什么是马加比运动？好，2分钟解释。好，在罗马帝国之前，整个巴勒斯坦是被希腊帝国打下来的。谁？亚历山大，对不？不过亚历山大33岁就怎么样？就死了哈。那他的帝国就被分成4个部分，4个将军，打一打变3个，后来变2个哈。南边是托勒密王朝，那是埃及那个所在；较北边这个是叙利亚王朝，好，较北边这个就跟耶稣跟神有关系啊。好，北边的这个王朝就有管到巴勒斯坦、土耳其这整片，好。有一个迄个王，因的王朝一个王就是安提阿哥四世，是非常希腊化的一个王，例行希腊化。伫耶路撒冷也是禁止犹太人敬拜上帝，所以他在圣殿把宙斯就是希腊的主神，安放伫圣殿内面，哥用猪。迪亚学台湾人用猪来献祭，那我们不是都是祭那个大猪公吗？猪公，大猪公呵，那他们也是哇，他故意的知影犹太人认为猪是无清气，故意献猪在圣殿，哇，这些祭司怎么样？受不了了，一刀就把那个官员砍了然后整个家族马加比整个家族就全部躲到山上，起来起义，跟这个北边这个王朝相台，竟然他们打赢了，马加比王朝马加比运动这个革命建立了一个比古早所罗门王还要大的一个版图的一个犹太人国家，想象。迄阵的犹太人，那发现讲，居然有马加比这革命在这个家族，会当把整个巴勒斯坦拿下来，会不会认为他们就是弥赛亚？会不会？会哦，他们是被当成是弥赛亚，可惜3代就没了，好，3代就没了，跟郑成功一样，好，3代就没了，好，然后就被罗马帝国，算就统治了哈。把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搞什么人管理？今嘛已经进到耶稣的时代了，搞什么人管理？希律王希律大帝来管理就接到这里所以这个哈西点人就是这一段时间非常维护犹太宗教的一群人。哈西点人是要那边介绍哈西点人，因为哈西点人后来就分成3种人。一种是什么？法利赛人，承袭他非常尊重律法再来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承袭哈西点人的政治的势力、政敌的势力另外一种人就是爱色尼人，这款人就退到旷野，变成是一个隔离的人爱色尼人就是后来的昆兰社团。就是后来施洗约翰有关系的这个社团，所以你看得出来有没有？刚好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跟施洗约翰，有无？就死对头嘛。所以这个时候法利赛人介绍一下，法利赛人这个字Pharisee 这个字是分割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就是那个圣的意思献给那个神。所以。他们是教律法来生活，认为自己是分别为圣的敬虔的人，是认为自己是以色列人再分出来的人，就是不是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更为圣洁的人，法利赛人。那撒都该人呢？他们是祭司跟贵族的后代，然后。还有就是五吉郎生意人
啊，他们主张要顺从罗马人啊，从这一点就跟法利赛人安那无关系啊，就不一样了哈。而且有一点特别的所在，因无接受口头的传统，好，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好，所以因无相信有天使，无相信有鬼魂，啊，无相信个哇，好，这是撒都该人的特色。那爱色尼人，我刚刚说第三种，哦，拢查甫人，哦，啊过凡物公用，像不像初代教会的生活？好，然后简朴，对现世现在这个世界无愿望，敢若强调未来未世，哈，末世啊，然后强调排他，所以会退去旷野，好，也可以控亚神话，好，这个就是后来的施洗约翰是这一类的人呢，昆兰社团。所以你会当看到吼，当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来受洗的时阵，施洗约翰会很反感，好，他们是三种不同的人，好，然后他要求他们怎么样，他就骂他们说：“你这个毒抓的类吼，好，这个是很明显一个属于昆兰社团的施洗约翰他会有的反应哦，所以他就开始骂他们说：你们要安那结出基济阿个悔改的心啊啦。”相称哈，其实它原文没有这样写那么多字哈。原文的概念很简单，只是说，就是说你们要什么结果子，然后跟什么，跟你们悔改，也当配合，好，配合你们的悔改。结果子，各位想这我进简共轨哈，为古有个形容，结记是表示行出好的行为。可是后来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把结果子当作什么？传福音对吧？哈，就是说，如果你拿丢人来告回啊，黑人的变成是你结了什么果子哈？这不晓得从哪里出来的传统哈。你圣经讲的结果子就是安那好的行为，就是合乎上帝心意的行为。你要有好的行为，跟你这个欢会的状态，你这个生命是处于悔改的状态，爱哈，好，所以各位看这里讲的悔改还是后悔，后悔是会当是一款的情绪，一种心境，好，不过你若要甲理解这悔改，悔改是什么？是行为，好，是行动，好，所以假设你约翰底下的更加的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讲啥？讲恁得爱结迄个伫欢会的规矩，哈，就是说你的行为要符合你现在悔改的状态，好，又多加一句，无得安那，无得家己拍算讲，我有阿伯拉罕最关的杯，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行洗的约翰底下这重要的提示就是不要，唔通靠势啊，好，唔通靠势你这个身份，你这个地位，唔通掠做你是阿伯拉罕的子孙，你就一定是上帝国的人，好，所以行洗的约翰讲前说讲，这个斧头已经准备好了，哈，斧头已经准备好了，那是安那，见那树。无结好果子的，就侧衣下了会，好，就砍下来烧掉哈。你可以把它换成刚刚讲的，就是没有好行为的就怎么样，就要砍下来了哈。阿姆哥底下各位像这要做一点点解释，重点不是说好行为哈，好，不是好行为，互令真做阿伯拉罕的子孙。哦，施洗约翰、行洗的约翰这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讲不是这个好的行为，不是你有好的行为，所以你真做阿伯拉罕的子孙，不是。是你若是阿伯拉罕的子孙，你得安那，你得有好的行为。好，不能把它反过来讲哦。好，是因为你是上帝国的百姓，你是阿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一定有好的行为，你唔是靠
好的行为，你不是靠借着好行为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好，所以咱来看这个好的行为，就是结好果子。好行为，咱知影，伊唔是一个原因，它不是一个原因，好，它不是个因，它是一种辨识，就是会当对有是不是有好的行为来认出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吼，啊，毋过伫遮吼，佫像这讲到好的行为，伫遮要甲大家分享我家己深深的相信吼，我家己深深的相信。就是我认为，重点嘛毋是迄个好行为，吼，仿佛你已经做到什么事情了，好像上帝咧看咱有成功无，咱有做赢无，咱有做对无？吼，不是吼，重点不是那个好行为的那个结果，重点是什么？是那个愿意。